2025年6月24號晚上7點15分喺佛山福賢路街拍。牛雜都係佛山小食之一，牛雜。新鲜厚打，一杯冰爽的手打柠檬茶，富含丰富的维 C， 营养加倍，健康加倍。鸭屎香柠檬茶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了，快来给你的夏天加倍快乐吧！哇，好多啲貓仔賣喎，夜晚呢度係好多啲貓。缽仔糕、香水、流動攤檔，夜市。啲衫好平啊，25蚊一件。天然水晶，好多啲小攤販啊呢度。糖渣直销，糖渣直销，完成25元，25元。项链19.9元起，银饰以旧换新，银饰以旧换新，银饰以旧换新，快进来选购吧！100蚊4件，100蚊3件。西瓜10蚊4斤，冰凍嘅。没有，那一个包住吧。菠蘿蜜、涼粉、缽仔糕、飾品，好多靚女喺度揀。榴蓮16蚊8一斤榴蓮，哇！好靚啲鮮花，9蚊9一束。
擺得好有特色啊啲衫。太雜喎，你小心啊真係。臭豆腐。呢度佛山道嘅荔枝5蚊一斤。5塊錢一斤啦，來啦，荔枝便宜賣啦，5塊錢一斤。你幫你睇衫。現榨果汁、現榨蔗汁、鐵板豆腐、手機鐵膜9蚊9。成银戒指、合金耳钉1件19.9元起，平时以旧换新，黄金以旧换新。成银戒指、合金耳钉1件19.9元起。行，多大点？看抓是酱，看抓是酱，黄糖25元，25元。呢間店生意唔錯。看抓是酱，看抓是酱，黄糖25元，25元。你是要加班，你是要睡觉，你的感受。師傅打金蛋蛋。現榨果汁。有新鮮豆腐發賣，新鮮涼粉賣，有三星豆腐發賣，有三星冷粉賣。有新鮮豆腐發賣，新鮮涼粉賣，有三星豆腐發賣，有三星冷粉賣。我的牆就是那种水泥墙，特高高。扫码点随心一下套餐送零食，吃点吃饱，新鲜柠檬水，点心鲜果汁头，我哋嚟睇下佛山最出名嘅甜品店，網紅甜品店已經開咗30幾年啦，一直都係以最優惠嘅價格面對大眾嘅。
好生意嘅呢間甜品店輝記。佢嘅綠豆沙芝麻糊都係4蚊半，綠豆沙芝麻糊、花生糊、杏仁糊，熱鮮奶都係4蚊半，好貼地緊地賣，好接地氣嘅啲價錢。所以基本上我哋嚟親佛山都會過嚟食碗多綠豆沙嘅，連帶我自己啲朋友啊成係咁大碗綠豆芝麻糊同埋杏仁糊都係4蚊半一碗咁大碗。3杯冰水。肯定有得攞啦，傾個字就話啤酒2蚊支啊！